顶较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香港关送中示威烧袂点，局势不好嘛，影响到演艺界。香港歌手陈奕迅资本讲后个月要伫香港开演唱会，不过昨昏已经宣布讲25场全部拢要取消，损失的金额大概是新台币7亿外。另外，昨暗伫咧元朗的商场，有100外的民众发起静坐，要纪念721元朗事件满4个月。夜标虎画9号，伫元朗一间商场内，利益案有上百位民众伫大厅静坐。721元朗攻击事件满4个月，网民发动纪念静坐，因讲对港府加白衫男子的暴力威胁，因是未退缩。It's important because the future is all of our Hong Kong people, not just ou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t's all of our Hong Kong people and kindergarten children. So I think it's so important. And 暗时9点外，有一个人转到商场外口的车路附近，真侪防暴警察到现场戒备，让拿旗警告，讲这是无经过批准的集会。要防暴警察开始赶，过了几落人了后，到暗时11点外，人才慢慢散开。亲愛的，等遍所有綠燈，還是讓自己瘋一下要緊。香港歌手陳奕迅本來要伫咧紅磡體育館開演唱會，25場的門票一些古就攏未還。不過這份香港一直示威，局勢無安定，主辦單位伫咧網站發廣告，講伫咧無法度有期加確保演出期間觀眾的安全，抑個相關的交通配套。所以25場演唱會全部攏取消，也安排退票退錢。25場演唱會若一場票房730萬港幣來算，等於是損失7.2億新台幣。如果相關的專業人士也估計，政治作業包括場地費、節目的製作費，差不多是損失2億台幣。那陳奕迅、台灣歌手陳綺貞甲周杰倫本來也要伫咧香港開演唱會，也攏取消或者是延期。對此，香港的演出協會向政府提出紓困的建議，包括降低場地票務的分紅。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香港理工大學，理工大學即馬繼續互香港警察圍甲密，連記者要出入嘛攏受管制，一日出來才會換一個人入去，而且這幾天已經有1000多人互警方登記佮帶走，即馬學校內底大概剩60個人左右。理大四界攏是本所規個密密麻麻，香港警察封鎖真濟天，已經有成千人離開學校，來示威者常常佇遮個餐廳。記者剛才是摕手機起來要翕的這個動作，都互示威者真緊張。其实这个记者在走来的路上有遇到一位年轻人，他一看到我拿起手机的时候，马上躲到旁边，而且就是态度有一点紧张的，要求我赶快把手机关起来。要是有网民的示威者伫學校內底行來行去，大部分攏愛記者離因較遠咧。若是這個查甫同學講話時陣無聲力，伊講伊真丟毒，唔知影要出去無。是走出去登記就可以出去，你為什麼不選擇這個方法？那個是自首。我有考慮過的，會覺得這樣代價很大嗎？留在這裡。對啦。餐廳擺市即天也是有供應中晝頓，啊，毋過四界攏會當看到臭酸的物件，而且有真濟臭味。傳出講有人落屎發燒，校方關心。副校長魏炳剛承認，佮答應示威者要求派人來做卡摒掃。啊，若是連續幾落天攏無離開理大導致，互學生有飯通食，伊不滿外界質疑衛生條件變歹，伊真受氣走去甲副校長嗆聲。伊講到底啥物人才是真正有啲照顧學生？我請你清晒啲垃圾佢。我都想，我一個人煮幾個人嘅餸，有冇人幫過我？唔緊要，我有冇人幫過我啊？我幫你唔到呢度得。下晡，香港社區大學校長郭偉雄出現，伊講聽到消息，也是有2個成大學生流淚，伊希望講學生會當趕緊離開，而且認為規個事件攏互人真艱苦。校長會勸他們離開嗎？會的，會。It actually is very sad. I hope you understand. We'd like to have a peaceful ending. 示威者內部評估，學校內底超過有60人。理大表示希望講代誌會當趕緊和平結束。啊，若是學校去互迫害，校方表示會叫學生賠。太多事情我們要處理了，你看看這個很多發學品在平台上面。我們會向學生求償嗎？不會。
也阁有人坚持无要走，一个无愿意公开的示威者，伊穿规身的装备，胸坎头前阁扛10几个赖达，准备随时要冲去前线。啊，毋过尾暗的时阵，阁有人决定要离开。理大学校外口，警察继续派真侪人伫遐包围，管制人员出入是真严，想尽办法就是要互学校内底抗争者无路通去。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咱国来甲乡亲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有一款内底有锁水甘油的食物油，风声讲会致癌。即阵只有欧盟伫咧去年定出限量的标准。咱卫福部即马按算嘛要比较欧盟，定出天伫咧食面内底的限量，若总有通过，咱台湾会是亚洲头一个。来看中国时报，有一款号做喵喵的新毒品，常常互人摕来做咖啡包，也是茶包。卫福部讲，即几档即款毒品真济，2012年通报是1000外件，也毋过到去年已经通报9万外件。来看联合报，香港反送中的抗争烧炭到校园，有几百个香港学生申请来咱台湾读册，也毋过即马拄着头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学生囡仔要住倒位。目前有600个人申请去台大，造成台大的宿舍无够大，即马当地想办法。政治消息来看，民进党要拼总统连任，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甲党主席杜英泰4个走总去替参选人徛台。针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伫咧网络顶头讲总统的3大工课，这部分蔡英文讲伊认同，也毋过嘛口说讲出嘴是真简单，做总统爱讲会到、做会到才有赢。当选，当选。虽然家人落雨，不过现场依然真闹热。总统蔡英文22未清楚连任立委蔡适应登记，也伫送的 T 恤顶悬签为台湾头赢起的字，向定家人即时未当少。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伫直播中讲到，确定国家发展目标顶的总统3大工作。总统表示认同，不过也口说上重要是要有诚信，坚守为治。我相信总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要兑现自己对选民的承诺嘛，要有诚信，而且要守住自己的岗位。副手赖清德是到台南替立委参选人郭国文徛台，对手张善政即期伊的态度立场，伊无愿意加做回应。另外，前总统陈水扁参加一边一个行动党不分区名单，赖清德也无正面回应。其实国人对蔡英文总统的支持，其实很多也是源自于对他健康人权的维护啊。我们希望他的健康呢能够好好照顾。民进党主席杜英泰是到马祖为立委参选人李文辅选，希望乡亲和少年人机会，因为马祖被看作是前线，国安特别重要。伊即期国民党将有国安疑虑的人选第不分区名单。我们竞争的对手政党国民党的不分区名单当中，竟然毫不顾忌地提出对国家安全这么有威胁性的人选摆在安全名单当中，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在面对国家安全保障的这个工作上，我们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对共党不分区名单前期，蔡总统表示，政党提名时应该思考人选是不是社会拢应支持。民进党将真侪有社会代表性的提名人，拢直接安全名单，就是政党负责任的态度。蔡总统也回击国民党主席高敦义认为民进党不分区名单是政府敲出来看法，强调名单关系总统选情，再问总统参选人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即马阁互逼讲，伫咧台北市的大安区嘛有厝。伊接受访问的时是强调讲，唔通阁抹黑啊，直直提出出来讲足无聊的。拄啊结束电视的专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看起来心情袂歹，讲到最近伊家己的买卖厝的争议，伊认为顶礼拜已经透过发言人公开说明过，说还是互调甲抹黑造谣，真无聊。一些特意要抹黑跟扭曲造谣的，一定要把房子扣到我们的名字。如果要把我韩国瑜一辈子所住的房子，通通做一次仔细的清查的话，那太多了。我觉得一场选举选到这种程度，不停的抹黑造谣，一定要把房地产扣上来，非常的无聊。伊到底伫大安区的厝住偌久？韩国瑜讲回应讲，遮尔侪年，事实上住真侪所在。甲伊交情袂歹的前花莲县长傅昆萁，伊投入咧花莲的立委选战，互花莲选情愈来愈紧张。
敢是会支持傅昆萁。韩国瑜讲爱分两个层面来看待，一个情感，一个政党。到时候大家一定会了解我的选择，这样子一个不分区名单的变动，他心理上的一些起伏，我总是说跟他打个电话质疑一下，没有其他的沟通都没有。原本红立委国民党不分区的前立委邱毅出任新党不分区第1名，韩国瑜正式捌甲伊讲过电话，不过捌发出要甲国民党不分区名单切过的副总统参选人张善政，下晡再度互问到对名单的看法，伊也大家甲重点放伫互蔡英文落台。不管你对这些名单有什么想法，最重要的目的是明年的总统票要投给韩国瑜，怎么样让韩国瑜可以当选，这是最高目标。好，不要再问政党票了，好吗？张善政强调，伫替国民党找上大的空间甲发挥利益，上重要的是还是爱总统当选。做韩国瑜的副手，张善政目前要做的目标真明确，就是甲韩国瑜送入哩总统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风台伫昨暗已经开始减弱，严格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今仔日东北部有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咱来看风台上新的路线。风台目前伫咱台湾的边仔，因为海水的温度较低，加上北边的冷空气吹落来，这拢有影响风台的发展。气象局讲，风台随时会减弱，变作毋是风台。而且明仔载就会离开咱台湾，也毋过因为有水汽，加上透东北风，北部、东部、今日顶部也是会落雨。气象局有针对新北、基隆发布大水雨特报，台北甲宜兰是大雨特报。若到下晡，风台愈行愈远，雨水就会豆豆减少。北部甲东部今日高温是28度，中南部有30度，也毋过日时暗时温差较大，乡亲爱踏衫。来看西滨快速道路，伫个八栋寮甲高地处这个工程，昨昏摕到国际道路协会全球道路成就奖的环境奖头奖。主要是因为起头伫咧做这个工程的时，就有做碳排放的管理，甲碳排放是按照上少的程度，伫规个过程拢有伫存在。为最终救起规罐蚵仔，西滨快速公路的7个溪桥下骹，蚵仔农接到迪拜的工作。因讲7个溪桥通车2年外，无感觉生态环境有特别改变。西滨快速公路八栋寮到高地厝工程是国内第一个为建筑开始导入减碳管理的工程，为材料供应商就开始观察排碳自信。我们刚开始推这个工程碳盘查，其实施工厂商、供应商等等，它的了解性并不是那么高。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工程量体如果大的话，它牵扯的工程厂商就会更多。那工程的材料、项目等等就会更多，那都是会是有一些困难的。为源头控管碳排放，工程使用低碳设计，亲像以清晰建材代替暗土，做铺面甲冻土墙，应减少一半碳排放量，佮配合环境维护，减少164座大安森林年起付量，得到国际道路协会全球道路成就奖。为了兼顾开发甲生态，公路总局计划伫未来工程都是减碳管理。除了说必要的一个施工构台之外，我们不再去多做一些支撑，我们用悬吊了。悬吊的目的的话，第一个当然，你要在那个河床底下做支撑的话，一定有很大的一些干扰，对这个环境尽量减轻到最小的冲击。因为国内过去无工程碳管理机制，公路总局也将西滨快速公路的工程碳管理作为示范案例，建立相关数据上传平台，让未来厂商用登录资料，方便其他工程导入。目前苏花界工程也已经使用这套工程减碳管理系统。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继续来关心香港。香港的反送中示威，香港市民伫这几天，有人拢会利用中昼休昼的时间去大路化口和抗议香港的警察。12月7日，香港人嘛要举行国际人权日的集会。看到警车大声骂，反送中爆发5个月过，警察的部分香港市民心中是恶人，人人害怕。解散警隊，刻不容緩。在港島嘅市民已經連續幾日嘅上班日犧牲中晝休困時間，快閃化口號。港鐵元朗站無看到抗爭行動，不過一直公布宣布提早關起來。自從7日爆發元朗烏幫無差別攻擊市民，每個月2日元朗都有抗議，港鐵下晡2點到警察進駐要求市民離開。
种种代志最初是为反送中开始，小5个月无平息。不过，人在英国伦敦的香港律政司长戴玉华对媒体表示，香港动乱甲逃犯条例无关系。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Hong Kong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Fugitives Offenders Bill. It is, if I may say, plain violence. 伊表示，特区政府将以务实的方式面对，已经甲相关利益者进行真济摆对话。不过，这个访问内容伫面册顶悬受到强烈批评。有市民闹火，全世界拢知影香港发生的乱象，拢源自逃犯条例修订。伫香港按算24本礼拜二举行区议会选举，泛民派议员呼吁民众爱出来投票。每一个投票者都应该要了解的，他们投出这票本身的意义在哪里。一方面就是对运动你的看法，另外一方面也是对整个政府。在过去6个月的，你可以看他的如何的不聆听民意，如何的躲在这个警察的暴力之后。香港有18区过去区议会席次大部分掌握伫建制派主导，不过反送中示威引发部分市民对港府甲建制派无信任，特别开始的选举是不是会让两派议员席次改变，成做大家注意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美国嘅参众两院已经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打着等美国总统 Trump 签署了后，法案就算通过。未来美国嘅国会逐年拢会审查香港特殊嘅经济地位敢有迫害人权。不过中国虽批评讲，美国政府伫咧干涉中国嘅内政，这个法案只是一张废纸。美国众议院伫11月20日表决参议院版本的《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最後以417票贊成、1票反對，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法案。Today, the Congress is sending an unmistakable message to the worl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in solidarity with freedom-loving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we fully support their fight for freedom. We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ere will be strong sanctions.Other ramifications for this crackdown, for this abuse of power. 不过，中国官媒《人民日报》随伫头版刊登评论文章，批评美国政府讲发布干涉中国内政的法案，就是一张废纸。港府嘛强烈表达反对的態度，嘛講法令若是頒布，會影響到美國甲香港嘅關係。冇理據嘅，亦都毫無必要。呢個亦都係干預咗香港嘅內部事務，我哋係強烈反對嘅。今次佢哋通過呢個法案呢，我哋覺得咧會影響咗美國同香港嘅關係，亦都會影響美國嘅利益。因为美国参众两院已经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所以就等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第10天内，若是无签字，嘛无否决，法案会自动生效。一旦变成正式的法律，未来美国政府每一年拢会审查香港的自治权，是毋是符合得到保育特殊地位的资格，并且制裁伫香港违反人权的官员。学者分析，美中贸易初步协议卡关，搁再加上来自国会压力，川普签署法案的几率非常的大。中美的一个贸易协定似乎在目前好像就卡关了。既然中美之间可能要达成协议的话，那整个国会就几乎是全票通过这样的一个香港的一个人权民主法案。对川普来讲，必须要说去顺应整个国内的一个对人权民主的一个坚持的要求。另外，美国众议院嘛通过保护香港法案，限制甲香港出口催泪弹、甲枪架、枪支等等电报的装备。针对香港这两个法案，学者认为有可能加速美中贸易谈判，美国甲中国施压的本钱。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美国的众议院，即马要弹劾美国总统 Trump。在听证会顶头 ，Trump 亲身派去驻欧盟的大使桑德兰，说讲出互人料想袂到的话。伊证实讲 Trump 有影用华府访问行程，甲乌克兰的总统做交换条件，爱因去调查选举的对手拜登因爸仔囝。I know that members of this committee frequently frame these complicated issues in the form of a simple question. Was there a quid pro quo? As I testified previously, with regard to the requested White House call and the White House meeting, the answer is yes. 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20日听证会开场的声明，真清楚的讲，伊是照总统的命令，配合川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拜托乌克兰对川普的政敌拜登进行调查。
桑德兰嘛先前讲，川普无直接讲过4亿美金的军事援助去用扣掉的买法是为着调查。啊，毋过伊表示，伊甲朱利安尼还有别宫官员往来过程当中，伊真清楚，迄就是一切的关键。Mr. Giuliani conveyed to Secretary Perry, Ambassador Volker, and others that President Trump wanted a public statement from President Zelensky committing to investigations of Burisma and the 2016 election. Mr. Giuliani expressed those requests directly to the Ukrainians, and Mr. Giuliani also expressed those requests directly to us. 川普当刚伫白宫蓝草坡啊，准备要坐飞行器去德州的时阵，伊摕2条啊，真认真的甲伊伫桑德兰6点钟的听证会面顶所听到真重要的证词，真大声伫媒体镜头前来回回念几落摆。Here's my answer. I want nothing. I want nothing. I want no quid pro quo. Tell Zelensky to do the right thing. 第4天的听证会下晡出席的证人是国防部主管乌克兰政策的副助理部长古博，还有国务院主管政治事务权力摆第3个次卿赫尔，重点拢放伫咧乌克兰4亿美金军事援助去用扣起来的决策过程。替川普辩护的共和党议员讲，乌克兰政府唔知影军援去用扣掉咧，就当证明双方无对价关系。啊，毋过古博表示，事实唔是安尼。伊讲乌克兰早就伫咧7月25就知影讲军事援助会去用动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即马当伫咧亚洲访问，即嘛是教宗35年后搁一摆去泰国。泰国的总理有替教宗举办欢迎仪式，因嘛讨论移民甲难民的问题。乌车车开到位，车门拍开，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豆豆落车。泰国总理帕拉育随去迎接，佮用演奏国歌的方式来欢迎教宗。这是天主教教宗35天来搁一摆访问泰国，3天的访问行程内底，头一天方济各先去拜访泰国总理帕拉育，讲到国际移民甲难民会拄到的问题。方济各表示，希望泰国会当互拄到危险剥削的移民甲难民保有尊严甲权利。Crisis migratoria mundial no puede ser ignorada. La propia Tailandia,conocida por la acogida que ha brindado a los migrantes y refugiados, ha enfrentado esta crisis debido a la trágica fuga de refugiados de países vecinos. 了，方济各去拜访当地佛师拉查波皮托斯，甲佛教的信仰见面。泰国有6500万人，超过一半的人拢信佛教，也毋过信仰天主教的人嘛超过38万人。加上今年拄好是罗马天主教伫泰国宣教350周年，所以方济各沿途嘛受到信徒的欢迎。方济各认为，伊即个甲佛教信仰见面，代表无共的宗教互相的对话，嘛代表建立一个和谐、公平、甲包容社会重要性。了，伊前往圣路易斯病院勉励医护人员甲病人。暗时，伊会伫泰国国家体育馆举行弥撒，到时阵有个会超过2万人的教徒去参加。记者陈世栋报道。德国有一间拍卖公司，即马伫一场拍卖会顶头，要拍卖纳粹德国领袖希特勒甲因牵手的手尾物私人的物件，这是引起德国犹太人协会不满，讲安尼无道德，要求停止拍卖。拍卖阿爸提出一顶乌礼帽啊，并开来看，帽仔底有纳粹德国领袖希特勒的签名。德国一间拍卖公司直接伫德国慕尼黑举行一场叫做1919年以后德国历史收藏品拍卖会，拍卖842件纳粹相关的物件，其中有希特勒的乌礼帽啊，甲伊的太太以外的礼服，引起德国犹太人协会不满，寄大量 email 予拍卖公司，要求停止拍卖交易。Die privaten Reaktionen, die per E-Mail an uns herangekommen sind, sind zu 99,9% negativ, wo die Geschichte reduziert wird auf ihr seid Neonazis, ihr seid einfach nur gierig, kein geschichtliches Bewusstsein. 德国犹太人协会主席表示，拍卖纳粹政权为物，无道德。安尼拍卖会会侵极右派新纳粹主义者，按过拍卖会无取消，负责人表示，公司对买人背景管制真严，大部分是亚洲甲美国博物馆。
Der Standardkunde ist, würde ich sagen, zu etwa 75% aus der Museenlandschaft. Denn die restlichen 20%, die kaufen, sind in der Regel private Sammler oder Autoren von Sachbüchern. 希特勒出生地奥地利北平接德国边境小镇布劳瑙的这栋黄色老厝，奥地利政府加征出租今年8月结束真侪年的官司了后，奥地利政府为着不要后者成做新纳粹主义者的朝圣地，19宣布将这栋建筑改造警察局。Ja, ich finde, hätte es eigentlich hier besser gefunden, wenn vielleicht irgend so ein Museum reingekommen. Ja, also grundsätzlich wäre ich dafür gewesen, dass man das Haus wiederum der Lebenshilfe. 要安怎处理这栋老厝已经征期真久，过去把当作是自身机构使用，有人注定应该要拆掉。奥地利内政部长表示，厝予警察使用是为着消除大家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等下咱国内来关心政治的消息。昨昏中昼，台湾民众党不分区提名人拢总12个人做过开记者会。郭文哲是趁机会考试拿入的不分区名单，讲伊这一份名单是伊上界骄傲的。若针对郭文哲前几日批评支持台独的人，因的囝儿煞拢住伫国外。昨昏伊阁讲，伊就是知影有人规家伙住伫纽西兰，煞当年倒来咱台湾办台独的募款，伊讲伊看落真插目。兼任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郭文泰带民众党不分区前12名被提名人斗阵出来，郭文泰是趁机会搁考试拿到。相对其他的政党我们既不是分赃也不是派系的妥协，更重要的，我们没有去用这种钱，你知道来决定。新光人寿副总经理吴新平第一摆出来，正做关注焦点，以便为财经领域提供贡献。按过外界质疑利益回避问题，伊表示会先请假参选，若是当选会依照即马政府法令来做。就依照现行的法令的话，就是只有公务员的部分才有，民间的部分没有这样的规定。香港自控国会设处，国体各种火力瞄准民进党。前一天则批评台独是变身早起各表明不满被抹红，也佫讲对台独募款参会是看不顺眼。我最讨厌人家给人家抹红了，那扣帽子有时候不高兴，我就给啪回去。全家都移民纽西兰，那每年在台湾办募款餐会，有时候看着就台独募款餐会，我看着就不顺眼。郭文泰批评台独，佮批评前社民党主席范云，讲伊列入民进党不分区名单是被收买，引起范云别空回击。郭文泰不找伊做副市长，按过郭文泰反问中间人是什么人？我们认为政治是不能被收买的。我当然理解政治要妥协，但是妥协应该是说清楚自己的理念，而不是个人的政治利益交换跟算计。被收买就被收买，啰里吧嗦干什么？你党都没有了，你还啰嗦什么？郭文泰为讲价真无客气，两人互呛，按过是毋是认为范云背弃家己选民？郭文泰想要讲，佮无要讲，最后用公司并购改组来形容，是定定有诶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明年咱台湾2020选举，除了要选总统，嘛要选立委。立委有2张票，一张是政党票。不分区的立委名单就影响选民要安来转这张政党票。进前提出国民党不分区的区议，即马是互新党列伫咧不分区的第一。我在新党，我的战斗力爆棚。区议家己讲，伊的战斗力真悬。顶礼拜提出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名单了后，变做新党不分区的第一名。国民党不敢提的，新党提，要能够逆袭成功、转败为胜，他需要有个战斗团队啊！我必须宣布，正义兄弟重新合体。蔡英文，你怕了吗？发抖了吗？区议宣布讲要重新登来政坛，向民进党来呛声。伊嘛预告会有真侪人地办法，呼吁总统蔡英文爱说字。另外一边，安迪力量公布不分区的立委名单，现场的气氛是真和平。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去年台北市选战唱歌出名推煞旁边内幕的吴国勇，这届改唱祈祷，代表安迪力量出战，伫不分区名单内排第7。应该是要为台湾来祈祷，希望台湾能够真正的更好。
安迪力量去年主要推扫爱家公投，得到700多万票，希望讲这个气势会当当到2020，和政党票破5趴。反对任何助长性别歧视的言论跟观念的一切，例如教育活动或是概念，在现有的这个精神医疗上面，能够有独立的政府的对应单位。原本团工红立伫咧时代力量不分区名单的精神科医师邓慧文，用立党不分区第1名的身份去中选会登记。2020大选，国际党小连续公布不分区名单，国民党由立法院总调詹秉忠带队来登记，针对要去中国参加活动引起讨论的体重5司法等人，还有党内副总统参选人张善政捌讲到政党票唔免投给国民党，詹秉忠是斗3天来背回。我不觉得他有这个意味，不过谢谢他的指教，我们会认为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台联嘛，伫21去中选会登记不分区立委，而且抗议国民党的不分区名单是出卖台湾。选战开始到达时间，国民党真拍拼要来抢国会的席次。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前花莲县长鲍坤基昨中昼用无党的身份，讲伊要投入立委的选举，嘛去登记参选。因为国民党伫花莲已经有提名黄启嘉，即嘛变做蓝军分裂局面。在支持者的欢呼之下，600多位民众客观现场，有记韩国瑜基亚的党工，冒国民党籍基层的面台，前花莲县长鲍坤基和太太现任花莲县长施真伟，牵手行入去县选委会，以不党籍的身份登记参选花莲县立委，为花莲的选情投下震撼弹。我3次申请恢复国民党党籍，3次都被搁置。花莲泛蓝最强棒。但是我们一直顾候到最后，没有任何的才是跟结果。我想，咱花莲人一向无人听，咱家己拼，向亲做靠山，你讲好无？选立委参选登记截止日进前出手参选，鲍坤基展现8当县长的任命，搁再加上现任县长施真伟花莲政治的实力，对花莲泛蓝韩日分裂，鲍坤基强调家己才是正蓝军，家己才是蓝营上强的。施真伟大动作小天，敢会遭受党纪处分？因为我们党章的部分，对于候选人的配偶以及亲属是这个可以报准，我们是可以，我已经有跟中央党部这个报备了。因为中央现在才刚刚收到信，那算违纪吗？偷跑了吗？这样动作算违纪吗？面对是毋是会处罚，国民党花莲县党部讲话真保留，但是国民党不管是毋是和鲍坤基正式变面，国民党立委参选人黄启嘉拢表示会参选到底。我应该国民党提名的唯一的候选人啊，因为有很多混淆的新闻，好讲说什么跟无党籍有一些暗盘交易等等。这些都没有的事情，完全没有的事情。我想，如果韩国瑜总统候选人、本党的候选人来，一定是到本党的立委候选人的总部来。关拿出现分裂的局势，11月27，黄启嘉花莲联合竞选总部成立，按算要找韩国瑜来徛台，韩国瑜会安怎表态，嘛一定会牵动到花莲蓝营的选情。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伫家人发生有警察甲歹徒枪战，有一个查甫人涉嫌写恐吓批，互宜兰几啊间饲水产的业者。这个查甫人是走去家人，警方要抓人的时，双方发生枪战，落尾嫌犯甲家己锁伫车内开枪自杀。警察固伫咧轿车边仔戒备，因为正伫咧追抓涉嫌寄恐吓批互几落间水产养殖业者嫌犯。双方互相开枪，最后嫌犯家己反锁伫咧车内，互人发现的时阵头着枪，已经死亡。在查缉的过程中，主嫌驾车冲撞我们警车，然后双方发生枪战，然后造成这个我们同仁一位同仁的手部受伤，那陈姓主嫌死亡在车内。那目前由基隆地检署来针对这个陈姓死者来做相验。警方前后总共开20几枪。伫咧过程中，有一名警察也受伤。这嫌犯是家己举枪自杀，也是互警察的枪支射到。规件案件交予贵人地检署做进一步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有一台货轮甲中国的沙石仔船相撞沉去，中国有出动去救人，救到7个人，也毋过还有2个咱台湾的船员也找无。因为船相撞的所在伫咧中国的海域，咱台湾无法度介入。陆委会是表示讲，会斗3天加速去处理。
相片当中，这只台湾货轮长新轮20暗时为中国马会庆祝，准备驶去马祖，传出弄到中国沙礁船。船沉去有9名船员跳船，中国福建海事局接到通报，派直升机搜救船，顺利救起7个人，不过依然有2名台湾船员找无。官方没人理我们了，我们能够找谁了？一般百姓能够找谁？两岸也没有这个机制，马祖这个机制，我问官方，他们官方都没人知道，没人给我们回答。金马船舶代理公司表示，长新轮有6名台籍、3名印尼籍船员，2名落海失踪的台湾船员，分别是准富甲杜刚。主要是载运冷冻鱼仔原定21为马祖去马尾，22等于台北港，结果就拄到意外，伫闽港口离岸差不多1里的所在，弄到沙礁船。船已经沉去，船公司伫下晡飞去福州处理得救船员甲后续代志。我们都会循着既有的机制快速的，那么驰援救难那有关于家属如果需要的话我们都会全力协助。陆委会表示会提供家属相关协助，不过这摆船只弄到的地点在中国海峡，台湾无法度解释，只好挖靠民间搜救团体传消息。甲长新轮弄到的中国沙礁船已经离开现场，传出被相关单位监管。中国方面依然在进行搜救行动。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最近拍拼在推测铁基路的建设，结果出现争议。有交通学者批评桃园的铁路地下化开大钱，所以引起审查委员不满实质抗议。即马桃园市长郑文灿伊是表示讲，因为审查委员对桃园无了解，铁路地下化对桃园有影是真重要，对桃园的交通有帮助。最近交通部即个通过宜兰铁路高架化可行性的评估，阁有提出高铁南延屏东当沿宜兰的规划，毋过小连续有审查委员表讲高铁南延有定数的问题。也依据当天的会议结论，委员的意见其实都已经被列入报告里面，作为附件送到行政院，所以它并没有违反程序。行政院批会绝对无定数的问题，毋过有交通学者点名桃园铁路地下化开正1块是钱坑。15桃园铁路地下化通过综合规划，审查委员张胜雄伫会后施职。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愧对桃园了，会造成台铁亏损继续的扩大。那成本暴增10倍，但是它的营收会暴增10倍吗？不会。桃园市人口最近这2年增加13万人。报告指出，铁路地下化会当提供30万的工作机会。桃园铁路地下化的规划起点伫新北方面，到桃园平顶站，原本高架化的经费是308亿，变做铁路地下化了后，经费要到1047.1亿，预计2028年的7月份通车。交通学者批评讲，铁路立体化变做专台运动，欢乐讲会变做地方提案，中央付钱。8成民意的期待，也是桃园的100年建设。对我们的都市发展，以及桃园到中壢之间的交通瓶颈，都会有所注意。台北的铁路地下化所花费的成本是远高于桃园的铁路地下化。这些案子本来就都各有不同的论点我觉得都可以表示尊重。那委员也是合意志，也不是单一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委员意见我们就是表示尊重。铁道局表示尊重无共委员的意见，照合法的机制来审查。若是高铁南延案目前进入国发会的审议当中，行政已表态无违反行政定数。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来婚林土库有一间超过100年的病院，最近定开放，侪乡亲拢返来遮悼念过去伫咧遮医生陆医师。未来这所在会由婚林的故事馆来经营，讲婚林在地故事。这个是药局，我妈妈那个药的家也是我拿零用钱的地方。这是婚林土库的万德病院，历史超过100档。若是陆婚美自细汉生活的环境，嘛是真侪土库人感情上深的所在。3档前陆婚蒋医师过身了后，病院就关起来无开放。伫陆医师100岁生日期即天重新开放参观，这乡亲拢返来细细看看。上重要的是来遮怀念因过帮赞过因的陆医师。足疼阮的呢，我拢无可能甲写，伊嘛互我写。1914到现在已经100多年，
那我们做一个继承者，我就觉得说，怎么让这个老房子就重新的被开启？爸爸一直跟我们说，他在土库是在赚钱，他不是在赚钱。那6分钟遗失的病人怀念伊，这和伊开讲过的少年人，嘛表示讲真受伊的影响。看到瑞妍那时候，他怎么的去克服，其实对我们的影响也蛮深的。这样，老师和学生囡仔做伙研究这间病院的历史，开真侪时间到3港清理病院。婚林故事馆嘛加入到经营，要为土库培养讲故事的人才。大家做伙打拼，都是要把这间老土库人的病院和路易斯的精神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今晚机场发现一只真罕看的2级的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底耳鸟头鸟，伊倒边的是个有小可受伤，不过治疗了后，今晚已经顺利放回去大自然。2、3。一只底耳鸟头鸟等实往树内的方向飞，一只底耳鸟头鸟进前吊伫咧金门机场的防护网仔顶悬，倒边的膝仔小可受伤，好佳在无伤到骨头。经过1礼拜治疗了后，身体状况已经恢复，不过煞出现无爱食物件的情形。协会经过评估，赶紧时间来压放。就是他被机场的那个防护鸟网给困网了，这样子。那我们经过我们的兽医师玉明检伤之后，就是有发现，它的左翅有一些因为在受网的时候挣困，然后挣扎，然后造成羽毛有一些折损跟凌乱。那所幸没有造成比较大，就是比较严重的切割伤，就是经过整理跟照护之后。就是在选择今日将它野放。那它的重量很轻哈，大概差不多是在300公克左右。那它的这个整个羽翼啊，差不多有38公分，算是比较小型的猫头鹰了哈。这种底耳鸟头鸟真罕得看，是2级的保育类野生动物。台湾一档的记录较无100只。底耳鸟头鸟寒天会飞来金门过冬，帮做事人斗过田掠鸟鼠。不过，日时休困，暗时活动，平常时真罕得看，常常是掉伫咧网仔底才方发现。记者综合报道。新外消息来看，这创校52档的天主教学校总共女中，国中部伫咧民国109学年度要开始收查甫学生啊。学校名嘛按女中改做中学，要解决即马囡仔生较少无学生的问题。艺术在恁音乐班的课堂顶面，查甫学生做伙上课，这是校园内面真少数的景象。新北市创校52档的总共女中，除了音乐美术班之外，一向敢若收女学生。但是这项历史伫109学年度要拍破，国中部会招收查甫学生，校名嘛改做中共中学。之后大家出社会之后是男女会混在一起，所以提早在国中的时候接触异性的朋友，跟就是全部人一起相处的时候是比较好的。没有所谓的少子化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就有招收过一批男生，但是我们当时觉得说我们的设备方面、环境方面没有准备好，所以只收了1次。校校表示，多年前就捌予艺在班收查甫学生，煞因为设备无够完善，全取消。高当前才阁开放，但是这个国中部全面开放，除了因应少子化的趋势调整，嘛是考虑到应该予查甫拢有入学的机会。这几年来，陆续有学校拍破单一性别的情形。台南市创校8年的中英女中，嘛伫4档前开始收查甫学生。校校认为，除了增加学生人数，更加明显改变的是校内气氛，各学生的两性观念。引进不同的性别，在校园里面就让同学们去认识异性、了解异性，甚至学习怎么跟异性相处。如果扣除少子女化的因素，其实我们是在往上攀升的。教育部统计，目前全台湾敢若收查甫也是查某学生的高中职1023间，男校3间，女校20间。虽然男女减少是一种趋势，但是某学校认为，伫咧读册人数无减少的情形之下，无打算要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公立的幼儿园，囡仔是4点下课，不过父母也未下班，所以家长会当贴钱，互囡仔留伫咧学校。不过，即摆有一份调查发现，讲无共款的县市，因的规定拢无一致。亲像讲，家长的补贴的钱、爱纳的钱，还有老师的薪水，甲学校安排的卡手，完全拢无相像。
为着要到三工，翁仔某拢伫食头路的人入境。公立幼儿园4点了后，嘛有开照顾班。毋过全高总调查了后，发现各县市课后留落来条件无共款，敢若用收费来看，伫咧无补助开班的县市，每一班收满15个人来算，若是敢若一个囡仔来参加，一个月钱就爱甲25000块。若是收满15个人，一个人敢若需要1600块，所以互无法度负担的家长，敢若会当选择卖参加。现在台北跟桃园都有在做，就是一个学生读课后留园，跟15个学生读课后留园，他们统一收费。比如说一天就是多交100块，那我就算一个学生读，我一天还是交100块。照教育部的办法，公立幼儿园课后留落来10个人才会当开班，毋过有的县市5个人至10个人就会当开班，嘛有县市1个人就开班，佮加上补助的规定无共款，有真侪制度。而且用教保人员的钟点费来看，全国平均伫咧300至400，部分县市捌加到260块。若是讲外包互受分过的老师，佮捌出现过1点钟的薪水，敢若153块的状况。我今天要你限制开办，那我如果学校要开办，第一个我钱就要降低，所以有些县市他会要求老师自己砍自己的钟点费，把你的钟点费调低，让学生可以来。全高总认为，家长的需求甲教保人员的权益，政府拢应该照顾。建议教育部制定全国统一的开班，还有补助的办法，尤其是作业要点应该定好清楚，袂当超过幼儿教育甲照顾法内底所定的一个老师10个学生的比例，才会当维护品质。记者综合报道。通市要鼓励市民坐公车，即马当咧实施讲市内的公车坐一抓，市府就补助你一抓优待。也毋过即马因为起落车伫咧有迄张卡的机台，只有公车的头前门才有。伫咧上下班时间，车顶车卡人是挤甲杂统统，这即马市议员要求改善。通行的公车有700多台，其中价底盘的车342台，有前后门，但是前后门有装视图卡机的比率只敢若65.6%。民众就反映，公车司机开前门无开后门，上下班的尖峰时段，乘客上落车全部拢客做伙，议员是要求交通局爱改进。刷卡机都是建置在前门，巅峰期的时候，很多人都挤在那个车门口。那是不是说把我们的单机改成双机，就是前后门都装置那个刷卡机？议员肯定交通局实施市区公车买一送一，坐车优惠有效果。107年度比106年成长137万人次，今年的运量嘛有5%至10%的成长。但是认为敢若当对头前门上落车，无法度分流乘客，较容易造成车班慢分。低地板的公车都要开启前后门。那在明年的话呢，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到80%。那么在110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全面性的整个低地板的公车都能够有开启前后门的一个刷卡的服务。针对公车业者烦恼部分乘客走票怎啊袂开后门，引起民怨。交通局表示，会调向装机率8%来执行。同时间，嘛要求运将爱落实前后门一定爱开，嘛建议将走票改卡费对18块提悬到60块。另外，有运将烦恼讲有视线死角，民众对后门落车有安全上的疑虑。机关嘛呼吁交通局爱量早建立公车专用道。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间老牌的金仔店，因即马嘛伫咧网络开店做生意，煞拄着有人客要求讲，着爱甲货送到厝，伊才出来纳钱。结果这物件真正送到位啊，煞有人出来抢，连面一时啊，因着损失30万。即马警方已经抓到一个嫌犯。货运人员来店里，甲要送货单啊搭伫咧已经装金仔的客面顶，即挂金仔价值超市30万，是一个家己讲伊是细业的查甫人，透过网络向店头来订的，要求业者甲伊送去台中市的北屯区。啊，毋过回到台中了，才要送去指定的地址，就出现一个牙签的歹徒指定要银楼配送的这3件货，了后就甲这个物件抢走。出货前呢，他临时就变卦了。他说他担心我们是诈骗集团，他不敢汇钱给我们。那我们店家是以客为尊了哈，所以后来就遵照那个消费者的意愿，好，所以就用黑猫仔即便货到付款。业者讲，本来店里接收网络买物件，就爱先收定金。啊，毋过这个查甫人讲，伊结婚急要用，而且佫有开视讯，互因相信，因才会答应讲配合汇到才付钱。啊，毋过说了要30万，怀疑讲这是新型的犯罪手法，赶紧报警察，嘛通报工业的爱注意。他跟这个银楼的业者下定，下定以后，他约定交货的地点，
然后到现场去将趁这个验货的时候，将这个货物强行取走。警方早起宣布抓到一个嫌犯，嘛证实是嫌犯向业者落订了后，才过来抢的犯罪手法。毋过目前还有一个人还未抓到，要等待对方互抓了后，才会当确定落订的查甫人是谁。其他的人老是表示，若是接收网络买物件，拢会要求先用信用卡付钱，也是 ATM 转销。确认金额入来了后，才会出货，嘛会当避免发生争议。记者综合报道。体大大车拼来看，伫咧美国大联盟拍球的咱台湾的投手陈伟文，确定要互马林鱼让出去。陈伟文透过面册讲，伊感谢球队的成全。另外，伫咧日本的巨人队讲球的杨大刚，即马伊休困，所以伊转来咱台湾啊。等下台湾休假过2天，如日歌手杨大刚照往例举行记者会，分享这季的心得。但是反正因为周刊报道家族的事事受到影响，和过去比起来，讲话较保守。颠倒是神秘嘉宾胡瓜讲的话更较侪。不管担任什么角色，把自己的练习做好，然后可能就变成一种习惯，然后对自己的一个负责。巨人今年外野竞争真激烈，大部分以代打就场，要安怎看待出赛110场4发轰不让和2胜7负打击率的表现？右上的回答嘛是真中性，讲上济是今年8月伫先摆阿布胜之助的建议之下，换球棒的效果。20颗真的差很多这样子，对，然后就变成反方向，对，反方向内角高低就比较有速度出棒，对。明年4月6抢1敢有机会参赛，杨大刚表示尊重巨人球团，不管安怎，明年上重要的是身体健康。2019年球季，台湾女娃野球选手敢若无啥顺利，伫 MLB 马丁鱼的指导单位因和球团宣布指定让渡，因在随伫面册表示感谢马丁鱼的成全，第3度来挑战会全力去拼。有大联盟骨大当主力的王建民也心情讲，知影消息有错一条。其实这都是一个职业选手的过程嘛，那就是继续努力，然后面对他要怎么去把它突破，然后再回到球场上。王建民相信单位因若无放弃，拢会当转去大联盟球场。球评是指出，虽然单位因这季是后补高出防御率6.59，0胜1败惨淡的表现，但是相信有球队会介意。他基本上还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先发投手，任何跟他签下合约的球队只需要付到这个基本薪资。为日本职棒到美国职棒拢是先发，今年被安排中继表现无好，但为因新冠代嘛无好过。即马马丁鱼认赔释出，球评是认为对双方都是好代志。说到来，但为因就爱伫咧10天内决定接受下放交易，或者是释出离队。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伫咧乌克兰举行的 ISF 世界高中电竞比赛，新竹县的东泰高中摕到世界冠军。新竹县的体育会表示讲，新竹有特可的优势，望讲未来会当甲电动加做县内重点栽培项目。台北 Your applauses! Команда з Тайваню Championship! Вітайте! Чемпіони Лі Кайляо! 一直到主办单位宣布总冠军得主台湾队，台湾选手这个时阵才确定家己有影将冠军摸回来。来自新竹县东泰高中的电竞队，为台湾飞至要17点钟去乌克兰比赛，总算伫决赛时阵拍败强敌，摕到冠军，嘛证明家己的实力。家里之前是不支持的，然后后来就是有打出一些成绩，家里就开始慢慢支持。早上8点就请学生到学校来，然后每天都练到晚上差不多10点或11点吧，或是有时候会更晚，大概一天都练14、15个小时。等一下可以去带个浴室或带笼。对于到学校，选手嘛是唔敢放松继续练习，因为新竹有科学园区硬体的优势。新竹县体育会表示，未来希望会当将电竞发展做县内重点的栽培项目。我们这里有园区，有很多的硬体的厂商来足够供应我们电竞选手在未来的设备上面，还有未来的资源上面有非常充裕的。让他们有更好的空间来去发挥他们的才能。透过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的孩子真的能够跟别的国家的这个高中生做交流。
这是台湾头一届派出高中队伍征战世界电竞大赛，头一届就摕到好成绩，嘛正是台湾伫电竞竞赛当中实力真在。记者综合报道。天气保利在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今日北台湾有地渐雨。气象局有针对新北基隆发布大水雨特报，台北宜兰是大雨特报。到下晡风台愈行愈远，雨水才较减。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有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有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是29度。外岛是17度到2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